由南台科技大学餐务管理系师生所共同准备的中式套餐相当的澎湃，拢是专门替65岁以上长辈所研发设计的菜色，除了符合营养需求，老人喙齿歹嘛会当食，嘛拢是正着时，佮有创意的菜单，互长辈相当感佩。营养的迄个餐点，注意咱的迄个有形餐吼，营养拢真丰富，互阮这长者身体健康补充阮大家拢足快乐，来有这个餐这活动，真感谢。我们的营养素、我们的热量，还有我们主要的蛋白质，今天的蛋白质的午餐的含量呢有30克以上。那长者呢，65岁的长者呢，一天呢必须要有70公克的蛋白质含量。那我们今天的一餐呢就有30克的蛋白质含量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还有制作我们的饼干，这也是我们为了长者而特别设计的花生饼干。因为老人呢有许多的各方面的可能肌少症或是其他的疾病呢，需要各方面的营养素，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花生饼干，里面呢有很高的蛋白质之外呢，还可以增加他们的热量。文安社区生理关怀据点已经20几档，长辈除了做伙来这活动，互相交流，较袂孤单。这3档来，一礼拜3天嘛开始有社区的共餐，每一顿拢有40几位长辈做伙参与。这回各学校家的营养健康的照顾，真正足幸福。云南里的共餐呢，无分云南里，附近遮你也感觉讲对这共餐有兴趣的，拢欢迎来参加。所以呢，阮遮外里会足济，但是大家足欢喜啦若一家人共款。因长者呢，伊就营养时就毋免煮啊，就拿卡顿去。所以饭拢煮足济。所以呢，阮的长者大家足欢喜。来遮佫有体适能活动，像今仔日佫有猪节呢，伫遐教弄鼓。所以长者大家拢伫遐真欢喜。文南里活动中心呢，都是全民运动，欢迎大家来遮运动。文安社区用离山关学的资源来照顾长辈时段，特别营养若食无平均，可能造成肌少症、免疫力下降等风险，所以照着平常时的饮食来提醒补充。咱的新闻，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。